今次問嗰條問題咧係啲 what if 嘅問題嚟㗎，係現實冇可能發生嘅問題嚟嘅，就係若然咧係你有一個方法可以聯絡到18歲時嘅 Jeremy， 出到錢啦，你會同佢講咩咧？一通電話咁咯，你講，或者一個稅前嘅18歲啱啱好生日，搭正可以飲 welcome drink。嗰個時候記得開始飲酒咯，一搭正即刻就你係嘛？係啊，要開始練習啦，如果唔係會俾人睇晒啲醜相。認真講啊，冇喎，因為我覺得18歲嘅自己，因為我都有分享過啦，因為18歲嘅自己即係曾經放棄咗個夢想啦，跟住後尾又有機會啦，咁所以我都會，如果俾我嚟多次，我都會重新經歷過一次咯。因為係有嗰個時間嘅經歷先有而家嘅自己，因為嗰個時間嘅或者係一啲唔甘心、唔開心，先會有捉緊機會嘅嗰個好堅決嘅感受。咁所以係所有嘢都係有緣分，即係擁抱自己而家有嘅經歷嘅呢個選擇。咁希望大家都會擁抱，即係自己曾經擁有過嘅經歷，無悔啦。咁但係我哋嚟緊都會有一個好特別嘅經歷，因為呢一度係全香港最高嘅瀑布嶺，亦都係中環唯一可以飛航拍嘅地方。所以我哋會一齊拍一條航拍片，而拍之前，梗係重新邀請阿撈出場先啦。